今咱国内消息，伫桃园龟山的海军陆战队662旅，这个进行这个修理的工程。不过呢，听讲这个工程包商用真济这个非法的移工，这个造成桃园专勤队搁接到情报，承包商呢再真济这个工人入去营区内面要施工，随派人去稽查，当场抓到6个这个外籍非法的移工，拢总甲抓登去侦办。就讲立委嘛烦恼讲，恐惊造成国安的问题。针对这点，国防部表示讲，使用外籍的劳工依照契约会罚包商66万。南马空车驶入工地，内底当咧进行修理的工程，这是海军陆战队陆战662旅。不过即摆所验出工程包商请真济非法逃走的移工。海军陆战队陆战662旅到伫桃园龟山下湖的西营区靠外新北市，是目前国军驻防伫北台湾的海军陆战队。真正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接到情报，目前往过来抓。不过因为这边营区就爱心通报，敢若是消息有漏摄，去3摆拢抓无人。一直到昨日，搁再掌握到有移工当地内底消息，搁再出动抓到6个逃走的移工。昨天专勤队有来抓外劳，你知道吗？专勤嘿，逃逸的啦。逃逸外劳。面对记者因为低调无回应，国防部也发布声明表示，国军新建工程请外籍个劳工，拢是照劳动部规定，经过审查同意了后，这个由承包商来申请。下湖营区工程使用非法外籍移工，已经照契约甲承包商罚66万。另外，嘛公布要求每一个工地加强人员出入的管制。只是这产业道路工程的承包商一旦用施工的名义出入营区，外界嘛咧烦恼，这恐惊会加做国安的浪胖。这个身份证明是否已经过期，但是还查验的部分哨兵没有办法来做是很好的认证，导致他们能够介入。我想这些都是未来要检讨的对象。国防部是继续追查，毕竟军事营区的工程竟然是请非法逃走的移工，就惊会影响到国防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